大姐，好。你乖乖甲我踮在遮。德清，你唔能怪我心凶，只怪你家己太爱管闲事了。德清已经昏去了。那安尼还佫较好，免伫咱费心，不如你着赶紧的用石头对这个咸水门全咧甲伊踢咧，安尼以后者当然就会心不知肺不觉。赶紧准备。杨大牛啊！杨大牛！小的，杨大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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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啥物代志？开封府迄个小波头过来啊！又过来遮创啥物？哟，是小大爷哦，小大爷啊，今日你阁真罕行哦。你是毋是来遮要来寻我恁的温柔？毋是，我今日来遮是有几句话要来请教大人。哟，讲什么请教？迄阮则是毋敢当哦。小大爷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就全咧尽管讲就好嘛。林乡的爹亲邱老爹，伊喺半路被人家追杀，这件代志你知无？小大爷，伊是叫什么人追杀的？互什么人追杀？我应该爱问你才对啊。小大爷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邱老爹去开封府告状，这敢毋是役师派人去甲杀的才对啊？小大爷，你是怀疑易师傅派人追杀邱老爹？你敢有证据？实属若有证据，我立刻就将伊逮捕起来。小大爷，你误会了，易师傅免来安尼做咧。但愿毋是伊。连工我会过来甲你较了。故事。姓萧这小囝，确实是真厉害。免管，咱赶紧来去花园低调得清。德清不见去。奇怪，特清伫这个咸水宫，都拢无半人知影，到底是什么人会甲伊救走？到底是什么人？会来这个所在，有这本事救走德清？又是大劫你相救，请留步。大劫，德清受你相救农厝的性命，
是毋是会要显出面目，搁有见面呢？大家，好，好，果然是温娘。真是想袂到，温娘你有这身的好功夫，真是使我意料之外。尤其，搁来救我两辈的性命，这个大恩。公主，苦苦小事，咱就放在心肝头。也是个温娘，你有这身的好功夫，为什么甘心沦落在这青楼呢？个人有个人的苦衷。我希望这公主，你莫甲我问落去。若是别人，我会晓卖问；却是你，我袂晓无问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关心你，我爱慕你。袂用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袂用呢？我岁月都是在，久久言语出胸怀，我心求你，你可害？今生今世分开。意思是我无资格爱你，因为我有坎坷的心事，只是你袂当了解。若是爱我了解，你将做你过去的身世，甲做务一切，甲我讲，互我知影讲为什么你来拒绝我。既然你想要知影，我就莫搁再隐瞒落去。我是益州人士，自细汉阮阿爹是一个好武的人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爹就教我练剑学。后来阮阿爹去世，我甲阮阿娘到互人斗亲，但是斗亲不如，阮阿娘身躯又搁破病，又搁无钱。家在易师傅，伊来帮忙我，伊带我来这个开荒。当我到这个开荒的时阵，我才知伊伫咧亏欠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沦落伫咧迄个万花路。温娘，你有一身的好武艺，为什么当时你唔逃走呢？有，当我知影一切了后，我就无顾一切要逃走。建林，你真好大胆！你敢想要逃走？我坦白甲你讲，无遐尔啊容易。入来到万花楼，你就免想要离开我严如我的手掌中。哼！你想要安怎随在你？我只有一条性命。你若要爱我陪人客，你免想。
你已经入来到万花楼啊，你还阁想要做连理？文玲，你那娘已经破病死了。已经死啊！娘，你有必要相信，我已经代替你，替你那娘火葬了。我那娘的骨灰呢？要爱骨灰，你着好好啊听话，陪客嘛。娘，伊非哦，伊即马互我甲伊点住着迄刀，也袂震动，也袂抵抗。如果若是要爱陪客，那即马就看你咯。是啊，你这个禽兽不如！高将六路来救，伊比禽兽也不如哦。我去会拄着你这玉公主，替你的报仇大骨夫。公主你请笑。雷霆去，咱报仇的不是哦，在出事。义气的勇士，这是不可以，咱暂时着委屈，害死己。温柔你，现在还阁毋是报仇的时阵，等我若找到我那娘的骨灰了后，我要家己亲手报仇。温柔，等我若报仇了后，我就要远离开这个所在。我要家己出家为尼，了却我家己的残生。温柔，依你所讲，迄个细玉的要为艳如花，伊武功十分的高强，偏迄一个人要报仇，敢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是？倒不如由我。狄公主，袂用的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无想要搁再拖累你，何况你家己自身就难保。我自身难保。是啊，因为万花楼危机四伏，杀机沉沉，尤其孙雪凤，伊早就想要害你，敢讲你毋知影？雪龙要害我？狄公主，我劝你，你赶紧离开万花楼好。照你安尼伫咧讲，我更加袂晓离开万花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来是为着你，我免帮忙你；二来，万花楼后尾园迄个空女口口声声伫咧叫迄个姓赵的，其中一定有隐情，我要查一个清楚。三来，万花楼伊一定有啥物险恶，我要破万花楼伊的险机，必须要回到万花楼记得孙雪凤。
情至今美回转，生命甘是能平安，大哥予我三日盼。情受到这太为难。小姐，小姐，狄公主回来啊！狄公主，狄公主啊，你昨是走去倒位，害我为你我要担心死哦。对不住，因为我两位结拜小弟来招我做伙，无着一点仔代志耽误，所以才会无倒转来。大概你袂受气才对啦吼。你有你的代志，我要哪会敢受气咧？对啦，明仔载是我的前身，我想要请你过来饮一杯。哦。你讲是？是呀，请。在下早就想要来拜望姑娘，只是公务繁忙，所以如果听人讲姑娘唔肯轻易见人，才一直唔敢贸然前来。少爷，你言重咯。文娘只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，怎敢如此公务？你要见我，唔知有啥物款的指教吼？因为姑娘的芳名，甲在下，甲在下一位亲情真共款，所以想要请问姑娘是毋是益州的人？是啊。真拄好，我嘛是益州的人。姑娘，益州有一位柳大爷柳仲春，你敢捌哩？伊哪会知影我阿爹的名？对啊，伊姓萧，而且是益州的人。敢讲伊就是我细汉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夫。柳姑娘，这个人你敢捌哩？我唔捌。你敢捌哩？我唔捌哩。安尼讲，只是共姓而已。少爷，你是咧讲啥物？不，来，姑娘，我敬你一杯。请。请。这个小姐人干碰碰哈。多谢。是也真抱歉，也无爱买淡薄仔受咧，是也真歹势。公主，你哪着遮尔啊客气？其实，人根本都无要爱你啥物礼物。那呢，你是？我爱你对我讲一句真心话。真心话。公主。我心犹如流水绵，转眼寸无花实言。姑娘思来又怨见，何不早嫁好姻缘？自古公主心就醉，问君可晓笑风飞？相
的心事口难开。凤姑娘，你的心意我真感动，要毋过我袂晓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早就已经。原来你爱的是文玲。而且，你使我太失望。你既然甲对我无情，就莫怪我对你无义。你看，迄个连太郎。